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张当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歌的好歌吗？想跟歌推妹吗？赶快追踪红了吧脸书还有 IG、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说定，他们应该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我有号召力，我不信，除非你们证明。证明一下，高一定哦，高一定啊！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为家庭奋斗的爸爸，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啊，今天你让我煮的，就是我的爸爸。日头也呢大，天气也呢热。我的父亲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去放一些幼龙，抓那个咸鱼，我都会帮忙陪他去放啊，陪他去收。来和你一看。无条件支持小孩梦想的爸爸。我爸爸就是说，你趁你年轻就出去闯看看。我很感谢我爸爸支持我。思念已是老婆深情的爸爸。我的爸爸就跟我讲说，那个妈妈的那个遗像，给他擦一下，我才发现到说，哇，他原来很想念他。你的爸爸是什么样子呢？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尚宪，我是许志豪。这个战局的变化哦，够紧的啦，大礼拜拢爱看，拢爱看对吧？啦。哈，探这个时阵，因为前2天哦是父亲节，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啊，今天你让我煮的，就是我的爸爸。会使好好想看卖下你跟爸爸之间的这种感情，安怎用歌曲来表达？所以今天呢，就用歌来表达你跟你爸爸之间的感情，跟你的故事。后比赛进前，咱先来介绍评审团。头一位是陈子红老师、许常德老师、詹雅文老师、荒山亮老师。所来介绍的是偶像族卫冕者邝泽东、许瑜杰，以及青春族上周平手的江云梅、陈武雄。大来宾的时间，对，这个大来宾呢比较特别哈，他最近唱的主题曲啊，哇，在 Netflix 冲到台剧第1名。来，各位掌声来欢迎 Fisher 特修斯来喽！是我的袂记得，怎样喘开？做彼只含慢受水的鱼，凡是我的甜，大到世界内面接受别人决定的决定。凡是我的渐渐抹平，花现永远。别人的青春内，想起闪烁的你。凡是我讲，亲像当作是，和你斗阵，想要起脚，海甲天边，想美梦碎碎，不知影未来你的满满前程，无奈相随。凡是我讲，亲像当作是，和你坐伫233火车上捌你，藏伫你行李，伫你老伙时，安安静静，提醒我。就是你。大家好，我是 Lisa 特修斯，我是唱歌的阿静。
大家好，我是大吉他写歌、唱歌的上友。啊，这个歌想下来。哇！哦，因为我去年去加拿大表演的时阵，要回来坐飞机进前，因为民间他们都很晚收东西，你知道不？就是会拖拖刷刷，我在那边写，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回想了很多，因为我们今年是大学开始声音啊，到今嘛是第10年。哦，就从大一到现在弹吉他，默默的就到第10年，所以我就在想说，环社东吹西不要加入吉他社，人生会不一样哦。因为环社东吹西，对啊，这首歌就是叫做环社。对。你们还根据一首诗吗？对，我们的专辑《未择之路》，他是一个美国的诗人写的，叫《The Way Not Taken》。哦，对 ，Robert Frost。Yes， 对，对不对？黄树林里有2条路。而我选择了一条较少人走过的路，这让一切变得如此不同。对，对不对？它就是选择嘛。那我们整张专辑的歌都是台语歌，然后都是我们自己写的。那它就是在讲人生的选择。对，就大家都走的路一定是比较好走的路，是。但是走一个比较少人走的路，应该会孤单，也很多的未知。可是因为这条路少人走，所以你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是，对，那这就是一个选择，对不对？对，他从小就是红人榜的粉丝。哦，下面人，哇，对，跟阿公这位然后跟阿公阿嬷到顶看。我一直有个愿望，是我以后也可以在老了之后再来参加一次比赛，这样子。你们的这个有演唱会是不是？没错，咱的新专辑《BD》这个环社，我伫咧9月20号的时阵会办咱的演唱会，伫咧台北 Clapper Studio 在三创生活园区来的，也是市民大道黑啦。对，因为那边冷气较凉，啊，欢迎大家到时才来啊。是，反正就是帮忙搜寻一下啦，好不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参加过政大金选奖？有啊，我们有参加过啊。老师，我是评审，对不对？对啊，我们后来再回去当嘉宾的时候，你也是坐在那个位置，在台下开一个暗暗的灯。所以当初如果没有把你们挑出来，你环这都不会做。对，啊，我跟你嗨啊！无你无搞嗨的，你搞到啥？那东西陈子鸿安怎？完事我特别安怎？哦，恭喜很多的啊！有啊。其实你看，发现你走过的路都算数的，是，对不对？好，那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好好的多多支持啊，这个年轻人的创作型歌手，好不好？好，谢谢。主题挑战赛，我的爸爸，选手们唱出心中的感谢。爸爸，我知道您平常话不多，其实我一直很想跟您说声谢谢，您辛苦了，祝您身体健康。阿公很像是我的另一个爸爸一样照顾我，但是因为阿公11年前过世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帮我加油。我爸爸就是突然有一天跟我说，趁你年轻就出去闯看看。我很感谢我爸爸支持我。更多感恩心情唱给你听。偶像组的卡位赛，有请我们的卫冕者邝泽东宝座候选人许瑜杰。新局面对来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许瑜杰。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邝泽东。要介绍一下你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在你心目中？我的爸爸跟我比较算是朋友，就是我们会一起打麻将，然后会去居酒屋喝酒。对，但是今天的主题赛，我想要献给我的阿公，因为爸爸跟阿公都算是很支持我唱歌的人，他们都会来现场帮我加油。但是因为阿公11年前因为心脏的问题过世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帮我加油。对，因为他那时候是清晨的时候走了，所以我们家人都没有办法跟他说最后的话。但是阿公很像是我的另一个爸爸一样照顾我。对，他就是因为我以前补习回到家，就会去阿公家那边写作业。对，然后他也都会就是四处带我去吃到饱，然后带我去比赛，这样都会一起跟着来。只要比赛就是名次没有到他的想法，他就会说这个比赛不公平。对，他就是很对，很支持我这样。但是对他就是因为就是还是有点遗憾，因为其实我最近在翻跟他的照片，我才发现就是以前很少跟他拍到照，虽然很常相处。那你今天要带什么歌呢？龙千玉老师的《幸福之恋》，就觉得大家就是一定要爱，要及时说出口，对，想要表达我对他的思念。
OK， 好，那东东呢？我爸爸就是很严厉的一个人，以前啊，对，上次有提到，对嘛，就是会把校长跟老师找来开会嘛，开会整节课，对。然后要上大学那段期间，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他找好了大学给我，然后让我来这里，然后就说你趁你年轻就出去闯看看。他找台湾的大学给你啊？对，要你直接来台湾发展。对。那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我就顺着他的意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想过为什么他会支持我。你有问过吗？我没问过他。对 OK， 好。然后我今天带来这首歌，就是他的意境是跟这个有一点像，就是也是有歌唱梦想的，然后是爸爸不支持的，然后他唱给他爸爸，然后我很感谢我爸爸支持我，我也希望这个当时的意境能唱在这首歌里面。听说你爸爸都会看你的我们播出的时候透过网络看你的比赛，对不对？每则有关于我的贴文，他都会在下面留言，对，都会留言啊，对。他有来我这边留言，真的，关你什么事啊？为什么在你那留言？那就谢谢我们对东东很好哦。OK， 我本来想说他是不是认错，把我照片看成是他儿子。这个真的这倒不会，这倒不会，这倒不会。听说那你爸爸听说还在网络上帮你争女友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之前来的时候他是很反对，因为他说你要唱歌，你先不要谈恋爱。这个爸爸就是遇到儿子就变成一个浊世今非的人啊，浊世今非。OK 啊，那我觉得这样的爸爸很好啊，对啦，一直在调整自己，对不对？哈，那所以今天你要唱的是爸爸 ，OK， 好，两位注意哦，因为这个礼拜的刺客呢，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唱得非常好，而且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天灵灵地灵灵”，掌声的欢迎李林来挑战啦！哇，欢迎！主持人好，老师好，好，我是来自高雄的李林。哦啊，天灵灵地灵灵是你讲喝呀？不啦，一波啦，就这个外号啊！啊，真的吗？没有，其实是因为我小时候躺在床上很喜欢滚来滚去，所以我就叫家人都叫我令令呢。令令呢，令来令去啊！哦，令令呢，哦，然后又叫李玲，对不对？哦，那今天的主题是跟爸爸有关，你要不要说一下？今天呢，带来的是吴声美的《秋爪》，所以我特别写了一封信给爸爸，因为我们平常不太会聊天，我们都是属于话比较少的人，只要家里有第三个家人在，我们就不会讲话。有第三个家人在就不讲话，对，就是只有我们单独的时候，我们可以聊天。这倒是蛮特别的，对不对哈？那所以用写的可以，平常不会讲的话都对他讲，让他表达的更清楚。来，就在这里，来，爸爸，我知道你平常话不多，总是静静的做事，默默的为这个家付出。虽然我们平常很少聊天，但我一直都知道，我和弟弟想做什么，你总是都支持。其实我一直很想跟您说声谢谢，您辛苦了。谢谢您总是那么稳定，那么踏实，让我和妈妈、弟弟有一个安心可以依靠的家。如果以后有机会，我想多陪您，和你一起做一些喜欢的事。现在打不了棒球的话，没关系，那我们就一起去钓鱼吧。也许只是坐在一起，那也挺好的。祝您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可以问一下，棒球是什么样的故事？因为爸爸年轻的时候会打棒球，然后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幼稚园的时候，爸爸都会带我一起去打棒球。对。爸爸是已经是身体状况不好吗？还是说没有，就是老了。爸爸现在几岁了？应该55那边。这笑脸没钱。老了，55公老了，你看看前排的老师们，没有一个人躲得过，就是比40岁还要老，每个人都快坐不住了，已经老了。OK， 好，这是小孩子对爸爸的印象啊，对不对哈？每个人相处不一样啊。好，也借此跟天下的爸爸们说一声父亲节快乐。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他们的比赛。
做工课，日头落山，为着生活玲珑西。细汉离开家，时代定零过，孤单伴阮，不知过几暝。问吃饱未？问会凉袂？拢是爸母因打工的关心话，才会体会，手会大爱用心栽培，感谢过去付出无怨悔。我一生嘛讲出心来迄一句话，有心事藏在心底，要讲无机会。一场花代表阮希望恁看好详细，顶面写出阮满满的话。我一生嘛讲出心内迄一句话，有心事藏在心底，要讲无机会。一场花代表阮希望恁看好详细，顶面写出阮满满的话。搁有几句话，亲像写几回，着爱保重身体每一块路过，花谢落土地，缘分天空际。希望后世人，搁愿做恁的宝贝。谢谢李玲。接下来许瑜杰带来的歌曲是《幸福之恋》。东东卫冕之路再现危机，许瑜杰争夺宝座，搬出压箱宝。这首歌比较是走感情路线的，努力表现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关键时刻，东东表现不佳。我之前跟你讲过嘛，哈，那你今天偏偏又挑了一首，每一个字尾都是这样的音的，听起来就会问题就会比较大一点。请下分数。东东卫冕之路又要归零吗？阿公，爸爸节会到啊！这首歌想要送予天顶的你，希望你伫迄边嘛感受到我对你的思念，永远拢袂变。思念行乎遥远的流星，仰望的锁匙，打开幸福的门匙。因为我有你，所以我相信，等待雨水过了，一定有晴天。是啊，我在努。身边，看到你永远不分离。是啊，我在努可以，无人会当代替你。伊也飞出去，又有一
谢谢许瑜杰。接下来邝哲东带来的歌曲是《爸爸》。写一首歌，想要唱予你来听。你敢知影，这是阮心内上痛的情话？曾思还袂你，决心家己行，期待的只是你顶头应一声。唱一条歌，唱甲目屎流袂干。两人愈离愈远，是你无爱我，无心肝，只求有一天，你会了解阮坚持啥，放手接受我，选择世间的一个梦。是有你来作伴，只惊你不记得将阮爸。爸爸是定是人牵的伴，等到成功，才知上你这重。将阮放，爸爸是定是人牵的伴，等到成功，才知上你这重。只要你快乐甲平安，提一步苦困来承担，因为你是我这一生上爱的人，命运在变海水的重，想要予你过较风雨，后世人犹原袂做你的囡仔，后世人犹原袂做你的。东东，好，首先邀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瑜姐，如果这首歌你若将口白拿掉了，伊只不过是一首，互人感觉是一首感情的歌，但是加上了你的口白以后，你既然会有塞奶的声，那个塞奶就好像阿公就在，我咧给阿公塞奶，那个感觉是整首歌最让我感动，就是这个口白。我感觉你是足真心的跟阿公讲，阿公。我吼，今日爸爸这搞啊，真的很动心，就让人的心肝所以叮当哎。然后东东，好，你一直以来的这种气音，到了"爸爸"这2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我的心真的都哭了，我都觉得说，爸爸你在马来西亚现在好不好？爸爸，我很认真在比赛哦，我的认真加上了爸爸。我一定奋斗到底。爸爸爱你，他讲不出来，他用他的行动；你讲不出来，你用你的歌声，你用你的奋斗。这个等号的对极摩擦出来的，我觉得那个火花，爱的火花是非常感动人的，所以真的很棒。谢老师。好，马上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李玲，你今天这个歌，其实。刚在访问的时候，我感觉你跟爸爸的感情是很好的，可是我觉得你好像不太会表达。对 ，OK， 好，那没关系，我们用歌声的表达。我觉得你在歌声里面有传达出来对爸爸那种爱。哦，那只是说今天可能比较紧张一点，哦，就是有些该发挥的可能没有发挥出来。但我觉得整体来讲，我觉得你有听到你
唱这首歌的真性情啊，我觉得还不错。很想是。好，泽东，老师好。泽东这个歌唱得很有感情哈，可是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我跟你讲过，那个你很多那个鼻音就会不见，那偏偏这首歌的每一句的尾音几乎都是听听听，你的鼻音都没有，哦，你就变成听听听，会变成这样，好，心瓜的瓜下做坡，那个就是。你偏偏挑了一首后面全部都是需要鼻音的歌，但是你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在听觉上我就会一直出戏，你知道吗？就会我很想认真的听你唱这首歌，可是我就会一直被你这个发音会干扰，所以如果其实这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一个语言到不到地，其实就在这些很小的地方，好，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再多练习一下，好吧？谢谢，谢谢老师。好，接下来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我先讲一下那个李林。老师好。啊，我觉得你今天唱这首歌啊，为什么一个技巧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因为你情绪太满了。稍微你在用那些技巧，不管转音啊，或者是加中音啊，就可能会把满满的气球打破呢，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当你情绪这么满的时候，唱这些歌没有打破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你今天有做到，于杰老师好。我相信你是一个就是那种一有梦就用力去追的那种超人型的，这个一定是这个阿公这个爸爸给你满满的爱，让你有信心这么冲。因为你每次冲一定都会头破血流啊，但是回头为什么还会继续冲？因为比赛都无公平啊。所以你来好好讲评哦，我阿公们来所以这首歌你今天选的这首歌刚好是这3首歌跟爸爸这个主题最没有关联的一首歌，但是这也是可以的你就想想你要用什么角度来传递这样的感情，对不对？我相信你这样的个性已经很肉麻，如果讲得太直接会很肉麻的啦。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命运让你选这首歌要唱给阿公听，就是这样子。马上来看一下这个成绩，我们先来看李玲天玲玲地玲玲评审请下分数。这个礼拜的刺客天玲玲地玲玲的李玲，这首歌的成绩来到23.7分，别拜哦。好的，目前是宝座候选人的于杰，这首歌送给阿公哦。我们来看一下表现如何，评审请下分数。宝座候选人许于杰，这首歌的成绩23.9分，谢谢老师，差一点点。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卫冕者东东邝哲东，现在是第6关，要闯第7关。在献给爸爸的歌曲可以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东东加油，加油，东东！非常有情感的这首歌曲得到的分数是24.1分。好，那么我们非常谢谢李玲来参加我们的比赛，谢谢。好。谢谢这么多的孩子们都知道父母的为难，也知道父母的用心，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帮宝座，恭喜恭喜恭喜东东邝哲东顺利闯进第7关哦 ，Lucky 7加油！也恭喜于杰保有候选人的资格。其实我也很开心，可以借由红榜这个舞台，对爸爸说出就是平常不敢讲的话。爸爸，谢谢你那么辛苦，希望我以后可以赚大钱，换我照顾你们。阿公，我爱你，希望你可以在天上好好看我的表现，我会一直在唱歌这条路上跟当警察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就是我知道他退休之后也是过得不是很好，所以跟他说谢谢辛苦了，然后父亲节快乐。青春组的卡位赛，有请打成平手的2位江云梅、陈武雄。欢迎2位打成平手。评审老师、乐队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县竹东镇的陈武雄。大家好，我来自台东江云梅。
青春组要讲爸爸的故事，我们可能要时间给他们长一点。对不对？对哦，是不是哈？听说武雄大哥的家里有8个兄弟姐妹，9个哦。然后呢，这个妈妈比较早离开，对不对哈？那爸爸没有再娶哦？没有。那你们9个谁照顾？爸爸。哦，我的父亲从我有印象以来，他是从事投醉，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去放一些幼龙。那个幼龙去抓那个鳝鱼，到那个酒家去卖。还有时间的话，他有时候人家会去烧那个炭油啊，木炭的，他会去帮人家晚上要去过会。对，就是一起的人爱做几行工课，叫我都来请人家的。对，哦，对，他回来还要洗衣服，还要煮饭，还要做，反正家事他都包了啊。但是他在放这些幼龙的时候，我都会帮忙陪他去放啊，陪他去收。这个辛苦人家的孩子就会早当家哈，看细汉都爱了解北部的辛苦，对不哈？这应该做的啦，是应该做的。那你去当兵的时候是在哪边当兵？我在金门当兵。哦，爸爸有去看你吗？不能去看，不能去看，那个时候不能去看。对，我去当兵的时候，我在家里跟他告别的时候，他说，我就跟他讲说，啊，你不要送了嘛，后来他就。偷偷跟着我到公车站牌，我看到他，我说你怎么来了？我说后来我说你回去，后来他就偷偷跟我上公车，上公车以后呢，我们到新竹火车站，我们要集合下车以后我跟他讲说，爸爸你回去吧，说实在他转头我转头，2个都哭了，哇，好有画面，哇。真的特别。那后来爸爸听说最后生病的时候都住在你这里，大家兄弟姐妹会轮流照顾了。但是他在临终前，我们兄弟姐妹问他说：“你要去谁家？”他说要来我家。其实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有时候我们讲说跟爸爸不敢讲话，其实陪伴很重要。陪伴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后悔，也没有说有什么说人家讲遗憾，我不会。为什么？因为我陪他的时间很长，所以我没有后悔，没有遗憾。是，那今天要带来什么歌呢？陪囝真亲。好，谢谢。那我们的梅姐，你的爸爸妈妈故事应该很精彩哦。有哦，有哦。他们是怎么认识？我爸爸19岁嘛，阿公阿妈带我爸爸去某一个部落，可能就是要去提亲了。我爸爸也不晓得带我去那边做什么，只是回来的时候，怎么突然多了一个女人这样子啊？只是去部落走一走，就有一个女的跟他回来，当天就跟回来了。对呀。然后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女人要跟我睡觉？哇，这只是睡了2年喽。然后我的阿公就跟他讲说，怎么都还没有怀孕这样？然后我爸爸就讲说，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啊。在一起也不晓得做什么，这样子2年，两个夫妻两个一起睡2年，对啊，然后你爸爸都不知道干嘛。因为我的阿公就骂他说是怎么样？爸爸因为想说也没有一个婚礼，还是没有什么不敢，因为我爸爸是老大，对，他不敢给人家怎样啊，对呀，也没有教学影片，是啊，没有说明书，那哪来的说明书？你们家几个兄弟姐妹？现在目前5个。妈妈后来是生病，生病，对，就是那个卵巢癌，对。然后因为爸爸跟妈妈形影不离，有时候在家里没有看到爸爸，你们的爸爸呢？我说哇，我们怎么知道爸爸跑去哪里？每次都这样子，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对，去哪里都要跟着去这样子，对，所以他在台北住院的时候，还没有办法住院，他就一定要出院。我就跟我妈妈讲说，你是不是想看爸妈？她说对，然后我就跟她说好，明天早上我就叫他们来这样子，结果到了早上就走了。妈妈走了，对，所以爸爸没有来看到最后一面，没有看到，对。哇，听说爸爸怀念妈妈的方式也很特别，因为有一次我回去，我的爸爸就跟我讲说，那个妈妈的那个遗像啊，给他擦一下。我说那边是阿公阿嬷、叔叔堂弟100，你叫我擦，他们都看我，我还是给他擦了。我才发现到说，他原来很想念他。当然，这是一个男人怀念离开的妻子，对不对哈？所以他一定为什么会叫他去擦？
对，因为他一定常常盯着那个照片看，对对，看着看着就觉得哎呀有灰尘有雾了。他如果不是常常盯着看，他不会觉得那个照片应该要擦。好，那你要唱什么歌？你是我所有的生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刺客呢今天的安排。好，偶像组有一位警戒之花于杰。这礼拜的刺客来了一位从警35年的资深警官，掌声来欢迎杨炳森来挑战。上周陈武雄初登场，来势汹汹，更直接与卫冕者战成平手，双强平手再战，不留余力。日头也呢大，天气也呢热。这首歌让我足感动的，心肝会丢丢痛。你是我所有的生命。唱歌有绝招，那渲染力一出来的时候，真的会得高分。青春组战况外明，还杀入强力挑战者。不应该，不应该，为你着男生的目屎。中开10招安尼哦，唱了真正很有画面感，我觉得很棒。强敌来袭，阿美姐还能稳坐宝座吗？掌声来欢迎杨炳森来挑战。你好，大家好，我叫杨炳森，来自花莲，谢谢大家。哇，为什么叫杨小？因为我们警察局都有一个编制，编制的一个，比如保安大队，还有分局的警备队，然后我们就是同仁就那边就是调去那边的话，他的职权一定必须是小队长，才有办法去那边服务这样子。OK， 所以你是小队长。小队长。杨小队长。对，小队长。然后就省略了队长。对。杨小，过来，就这样。哦，是哦，你是花莲的。我花莲的阿美族。阿美族哦，是阿密斯啊，我们那个是光复乡那个富田的那个太巴郎部落，因为有时候那个台风天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去那个捡那个漂流木，对，然后我家3兄弟还有我爸爸我妈妈都会去那个海边去捡那个漂流木。所以捡漂流木的时候，是你们小时候跟父母在一起对最深的印象。对。然后呢，今天我要唱的歌就是那个江边甘时。男性雄性的所在哈，那因为我在从警的第2年之后，我爸爸就走了，我就说有时候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去海边哦，望着海哦，想我爸爸以前怎么在海边，我们时常就是在一起的那个时光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讲，大海的连结就是父亲，对，父亲的想象就是跟大海的连结，对不对哈？那你做这个小队长的时候，有要抓坏人过吗？我们警网是必须是3+1，那一个小队长带3个队员。那队员出去的时候，有一次我带队员的时候呢，就在下车就是盘查，盘查的时候发现一个那个失联移工，很可以，他看到我们，那眼神会这样飘，飘的时候呢，我就说，来下来，我们4位就下去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位同仁，他就请他释出那个拘留证嘛，然后我们3个就在旁边就把他围起来，那个移工很聪明哦，他说拍谁我要蹲下来绑鞋带我就说有猫腻你知道吗？我就我们3个就警戒绑鞋带，你就有感觉到经验，然后他绑鞋带的时候一起来的时候就跑了，就冲了，等于是起跑的动作，对，他跑了，哇，我们3个就追的，应该是追的差不多30几公尺就抓到了啦。因为那时候年轻啦，这么不多啊。是，因为这样讲，为什么说警察呢是一个资历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那个经验就是他们真的是拿生命去换来的，对不对？所以是要给他们一个真的大大的一个鼓励哦。那你今天呢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6个列警察同袍共谋。因为我们警察的话，就是有退休协会嘛，还有一些警校的同学嘛，还有一些分级的退休的同学的，然后就抛给那个大家看。我今天我就请，你知道我想那样的问吗？想哪？我怎么看到人请安尼
金葱的，安尼金闪闪安尼嘿啊！我就讲这一定是吼，一定会甲所有人讲有来参加。规个金网基本上都大家都知道，看到最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的这个演出。来，谢谢。在我心内，也孤单也感慨，到底为啥该心情亲像茫茫的人海？不应该，不应该，为着男生的。不应该，不应该，为失去男生的期待。甘比甘是男生，伤心伤心的所在。伤心伤心的所在。谢谢杨炳森。接下来陈武雄带来的歌曲是《北京情亲》。小小歌王才艺超多元。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優香です。你那也要攻日文？对啊，学多久了？5个月。5个月。5个月了。阿嘎挑战日文50音。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挑战者也是有所准备。听说你在学校有学那个不同的母语的系统。越南语。林波威啊，林波威 ，M 1难到大美。谁是语言小天才？落落的阮命，我面目屎沾着花单，想着世界搁需要人行，苦甲艰苦也着行。日头也呢大，天气也呢热。阿爸，你敢会水干？下手囡仔来，予你试看，大汉我会做好囝，有孝你辛苦甲阮请。
屎担着花炭，想着细囝，搁需要人行，搁较艰苦也着行。日头这呢大，天气这呢热，爸爸你敢会嘴干？手巾仔来互你试看，大汉我会做好听，又靠你辛苦甲阮请。时光怪兄，爸爸爱你，爸爸我嘛永远爱你。我怪兄，爸爸爱你，爸爸我嘛永远爱你。谢谢陈武雄。接下来江云梅带来的歌曲是《你是我所有的生命》。寒风吹来，装心肝。无情夜车吹有行，满腹心事啥人听？来做伴，对你偏情情将来不捌变，我伤心你也知影，你是我所有的生命。如今失去你，你变难。来做伴，只有你相比来做伴。谢谢阿梅姐。好，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杨警官，谢谢老师。这个你一路歌呢，我讲哇，这个丹田这大白着安尼哦，港边敢是男人伤心的所在，足侪人想要唱这首歌来比赛，但是真少人会当唱到丹田有力甲讲哦，迄海水拢会干，石头拢会烂。这首歌曲呢，我感觉你来展现哦，足有这个男人的迄种不服输，还佫有男人的一种，迄个味就是
人讲的男人味，男人味，男人的气概，男人的气魄，男人所有的志气，拢伫这首歌的展现。但是，就是伤心较坚持出啦。但是，并不是讲安尼无好听，规首歌我都感觉足好听的。后来，咱的武勇啊大哥吼，老师好，你的故事互人足感动的。你咧讲你安尼去到遐远去，恁爸爸讲送到门口埕就好，啊无好送到车头就好，啊无好送到新竹，都安尼一路一路的唔甘，这个点点滴滴，一步一步，拢是爸仔囝的情，迄牵连哦。所以你唱到这块歌讲，心肝乖囝，爸爸爱你，爸爸我嘛永远爱你。可能你毋捌对恁爸爸讲即句话吧，毋捌，但是恁的心内拢是即句话，恁就是遮尔爱，遮尔深深。我感觉即首歌互我足感动的，迄种感动毋免流目屎，迄是心肝会抖抖疼，会足思念、足怀念的。唱得足好的。谢谢老师。我伫遮要希望讲，所有的年纪吼，不管你年纪偌大，你若爱唱歌，赶紧来报名。因为我感觉，这个舞台展现的毋是干那歌声，是恁过去的梦想、过去的往事、过去所有的一切。到即马来啊，你会当去回想，用你歌曲来回想你的人生，回想你即马，或者是讲来圆你的梦，拢无慢。只要当下你想要唱，赶紧来报名，真的很棒。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亮哥为我们做讲评。好，杨大哥，老师好。哇，你的身体有够好诶，中开10足安尼吼，一听就知影讲这丹田就有力的。啊，刚才你安像我咧听，差不多你用半分钟尔，差不多50%吧，哈，你的力气，我觉得你应该还有更多的力气是。可以一边唱歌一边去追坏人的哦，你要保留部分的体力在你在你里面，因为我在听是你还没有到全力，哦，所以表示讲你身体是足好的，咱听人唱歌就差不多知你。谢谢老师啊，好，这条歌嘛是唱了真正配合你的故事，我嘛感觉好很有画面感，我觉得很棒。谢谢老师，谢谢。好，然后我们的那个云梅，你这首歌我觉得很喜欢你的张力。然后跟你的这个，你这个，而且你唱的你的声音是很嘹亮的，很有画面感的。好，那今天这首歌我也是觉得表现得很好，然后也是几个咬字的地方，我觉得再斟酌一下，让它就是再标准一点，我觉得就会有更好的成绩啊。谢谢老师。好，马上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武雄。老师好，我觉得听你讲话、听你唱歌，就我会有一种那种感觉，是听艺术家在表现，在讲个故事的感觉啊。我觉得这首歌最棒的我问你一下啊，你在练这首歌已经有练的过程嘛？对不对？是，一定有很多句子会让你哽住，完全唱不下去嘛。是，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歌很贴近你的人生的经历啊。什么叫艺术家啊？艺术家不会开始第一个字哦就开始冲，一直在表现。艺术家就是前面一定要非常的稳，然后在某一句里面去把这个张力唱出来，你就是这么厉害。大家仔细在听你唱最后一句哦，你真正的情绪是在最后一句才完全释放出来。谢谢老师，太厉害。好，云梅，遇到这么厉害的选手，我会告诉你，你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面啊，我觉得你有绝招，你唱歌有绝招，那个哭腔、那个渲染力一出来的时候，真的会得高分。但是这样的唱歌在卫冕者上面有一件事一定要注意，你不能让我感觉到哦，你只在很重要的部分用力唱歌而已，其他的部分就是轻轻的再扫过去。比如这首歌一开始主歌的这个部分哦，我都会觉得你都好像就是很随性的，就是把它唱过去而已。一直到副歌才开始要很明显的要把那个张力唱出来，就会让我觉得很明显的那个凿痕太明显了。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因为站在这个位置上不可以有这么样的一个对待歌曲的方式，从头到尾都要注意啊。谢谢老师。好。
马上要来看3位的成绩。是，首先第一位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目前全警网都在关注的选手，好不好？是我们的阿 Sir 哈，我们的杨晓。OK， 好，来看一下他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喽，请借万众瞩目杨炳森小队长的成绩。我的天哪！谢谢老师。哎呀，今天是风云变色吗？唔知哦。刚刚一首带着满满的思念啊，献给自己爸爸的武雄大哥，我们来看一下表现如何，评审请下分数。雄哥，宝座候选人陈武雄大哥的成绩，哇，20.2分，哇，谢谢老师。 OK， 怎么办？走了，来看来阿梅姐这一关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加油，阿梅姐加油，阿梅姐加油！你是我送我性命啊！成绩我来到了24.4分，恭喜！谢谢老师。哇，就汉的呢！哇，真的还是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受到肯定，这是非常高分的，真的谢谢你来。OK， 好，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谢谢老师。恭喜江云梅、阿梅姐顺利闯进了第2关了，也恭喜我们雄哥持续保有候选人的资格。虽然没有晋级的，但是能够到这边现场唱这个有乐队的那个歌唱比赛实在是一种享受。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过来。想要跟爸爸说，虽然不在了，但是我还是会跟他说，爸爸，我爱你，下辈子还要当你的孩子。我想要跟爸爸讲说，年纪已经大了，然后少喝酒，你有很好的身体，我们小孩子就都会很好。马上来进行小小歌王擂台赛，底下把一个代替庆幸我们的农民擂台赛，你吹人啊！从事这个行业的好朋友，记得搞去关卖 Kiki， 挂进来报名。没问题。现在就来有请我们的小小歌王的擂台组曾佑嘉阿嘎。来，阿嘎！给大家拍脚后脚。哎呦，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優香です。大家晚上好，我是曾佑嘉。優香是的哦。你那也要攻日文？对啊，学多久了5个月。5个月5个月了。OK 啊，那你可不可以教一下那个志豪哥哥？我最近想学日文，我都不知道从哪边开始。总要从50音吧？你会吗？50音你会吗？会。你可以教我们吗？好。好，来，掌声给阿嘎。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なにぬねのはひふへほまみむめもやゆよらりるれろごお谢谢大家。哇，他发音非常好，真的。那你这个装扮是跟有什么关系？跟你唱的歌有关系吗？对。下面挂蔡小五的《爱顶嘴了 Kid》。那美人姐，我来看一下哪位小朋友来跟他一起唱歌，好不好？好。这位小朋友呢，不但呢长得非常的可爱，他连称号都很可爱，他叫甜甜。掌声的欢迎蔡婉玉，欢迎甜甜。小小歌王第7周，萌娃大战毫不冷场，挑战者甜甜情感真挚。你的声音啊，还有音准拍的都非常好，认真的把一首歌唱好，你一定会越来越好。擂台主阿嘎挑战日文演唱。阿嘎，你唱的这首歌吼，日语音我逐字给你对，加了足准的。婉瑜的成绩来到了，挑战者好成绩，擂台主会换人吗？掌声的欢迎蔡婉玉来喽，欢迎甜甜。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南市的蔡婉玉。听说你在学校有学那个不同的母语的系统，对，你学的哪一种语言？越南语。哦，为什么家里有人讲越南话吗？没有。那为什么会想学越南语？因为台语已经会了，是吧？
对，OK，很特别哈，可以算。所以你可以教我们几句越南话吗？还是你们学的时候都怎么学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们学的时候都是把注音写在上面，这样子就可以比较好懂那在讲什么。哦，先用这样的方式，对，比较好记哈。听说他已经记下了一首越南儿歌，用唱的。哎呀，对，我觉得音乐是帮助记忆，对，最快学习的方法。你愿意帮我们唱一首吗？可以。那我们给甜甜掌声鼓励，好不好？你不为啊，你不为，em muốn anh đau ta mẹ, bảo anh看得公的望，没熬 on 的马鞍。哇哦，这首歌在讲什么？放学回家。哦 ，OK， 好，放学回家，放学了要回家，很开心，是大概是这样。好，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孙金辉。好，我们来欢迎两位小朋友。谢谢蔡婉玉。接下来曾宥嘉带来的歌曲是《爱啉醉落去》。
好，首先邀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佑嘉老师好，阿嘉，今日呢，阿嘉你唱的这首歌吼，哦，足厉害的，你足好唱日语的，日语音我逐字甲你对，你的日语的音哦，教了足准的。但是吼，今日有一个问题要安怎？因为这首歌是金歌，你为着要倒伊的版，个哦，足侪舞步的，哦，足侪安尼，足无用的啦，吼，所以你无用袂来，伊就是副歌开始爱人哟哟哟，爱人哟哟，伊开始唱拍，哇，一直赶火车。你迄个拍子，你爱对老师，啊，所以你就爱安尼叨叨吼，爱人哟哟哟，啊，所以这互你小小的经验。今天呢，其他的我都没有意见。我觉得你的日文唱得很好，棒哈！好，谢谢。马上请子红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怀玉老师好。怀玉，你今天这歌唱得很好哦。对你唱歌非常的，你们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类型哈。婉玉就是非常认真的把一首歌唱好，而且你的声音啊，还有音准拍的都非常好。我觉得继续练习一定会越来越好，好吗？谢谢老师。接下来我们请亮哥为我们做讲评。好，甜甜老师好。哇，我很喜欢听你唱歌哎，我觉得你唱歌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唱歌吗？对。对哈，那音乐你听到音乐你会不会自己就很想要唱？会。你平常喜不喜欢听音乐？喜欢。听别人唱歌，然后自己也喜欢唱歌。对。哇，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是很好的第一步。第一次听你唱歌，我觉得你可能每一个句子你都有自己的感觉，对不对？对。好，这是老师很喜欢的地方，就是你不是说故意把它唱很大声或者怎么样，每一个音符对你来说都是有感觉的，这就是你最棒的地方。谢谢老师。那我们的 Yuga 佑嘉老师好。哦，你的那个服装都是每次都有特别设计哦，哈。那今天其实你的日语，我要先说你的那个今天日语发音真的很厉害，但是老师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因为今天这首歌它速度比较快，那节奏很快的时候就会需要注意拍子的。那比较可惜是可能是那个插卡哈，你好像很怕跌倒，所以你的脚都没有动。那我觉得可能下一次像这种快节奏的歌曲哈，你可以多设计一点身体的律动。帮你注意在你的拍子里面，可以更抓得更好一些。好，这也许是有帮助了。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老师的小小建议，好不好？好，好，继续加油哈！我先看甜甜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哦，唱歌非常认真、很有感情的甜甜蔡婉瑜的成绩来到了，非常入歌，24.3分，哇哦！马上来看看我们目前的擂台组，阿嘎 Yuga 可以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阿嘎，来，爱你最落去真佑嘉小朋友，3分平手。哎呀，哇，下礼拜要再一次喽，期待他们下礼拜了。偶像组远渡重洋，跨海追梦。大家好，我是来自印尼的洪若生。妈妈也会在印尼看到呢。就欢喜。阮母啊，拢足吉他的，拢足吉他哦。厝边头尾拢咧等我。啊，拢咧等你啊！真爱哟。王若森追求梦想，全力以赴。青春组面店好声音。在高雄有3家店，第一间是早午餐，第二间是便当店，第3是面食馆。那面食馆有什么特色？我们推荐一个就是超级混蛋面。哦，你那个油泼辣子很香，很香，好吃。李佳宏面点一流，歌声也一流。评审请下分数。超强刺客引爆宝座大变动。24哇！精彩内容都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本节目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冠名赞助播出。